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กิจโจมนุสสาปฏิลาโภกิจจังมัจจนาชีวิตังกิจจังสัตดัมมังสาวนังกิจโจบุดานังอุปโดอุปยอุปเสงbaru celiam cicau si cele cicau si hut pun singkong ewa anti cipeng ikong cinja khan kho lan lai chut si jo lang kau kyan ji lan lai chut si jo lang lan jo ve the cele ki hoi kham lai jo ho an ni lai chut si jo lang a si chut si jo kim siu a go kui te ke long chong si cinja twa twa e khoถ้าไม่มียาโบเองวันตัวที่จะเป็นโบก้องฮอลูเชงเศร้าแรงกันเหล่าโบเจจีจอยก้อง heart is life of mortals ก็ไหลแซ่ไหลชิดตัดตาเลยจงเซงอ่ะไม่ไหลช่วยเจ้าสิจินยาขันเขาลุหลังขวาเป็นแน่งอ่ะจงไหลจงขี่บัสตัก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ละมอเตอร์คาร์ละยาลอลองจงลุขวาจ้าจ้าขี่ที่เกลอที่ลองไหลลองขี่จงไหลจงขี่จ้าจ้าสังกัดเกชุดที่ว่าบินขี่ที่เชงเชงเชง为人够清清有通食，为人无够清清无通食。人他那行情真正歹，你看真正济人无工通做，人某要食，囝要食，拢总要开，人真正无工，你看真正凄惨。所以来出事啊，是来打这个课。第三条，吉张杀人亡杀万人。佛讲啊，要来看听着正正清气的经，真正看课。今日都人明白看，到底社会真正济人讲经讲经，你看真正济这 religion 这个教，真正济直直来直直拉三，直直来直直拉三。伊人拢总讲，佢了是佛的经，佛的经，佛的经，佢了唔是佛的经，係这个佛先落去了，講落去，佢了唔是。所以人會記啊，這一點度嘅本事，伊家這個佛係落去，伊講無影了，講他那佛。起立團了，攏總這個，這個是叫 wrong belief。你這人不離心，你看日本好啦。假如講奧林匹克，你就起了，你背下面你拖了，你彈了，所以這個看了唔是不大。特別人係古話佛，所以大人就是講這個 the time of 這個 wrong belief， 他那時間攏總這事件真正大邪，真正大興。所以講啊。吉張殺人亡殺萬人，就是講啊，真正坎坷，咱來出事做人，佢睇那邊來做人，你看馬來西亞就濟人，檳城就濟人，全馬來亞檳城嗰是第一興佛教，人就濟人車經是這個鬼墩啊，我看去大陸本是這個鬼墩，這個上安尼邊，一位啲咧，你外面講啊，去聽咩經啊啦，笑，你人去笑甲數完咯，無影這個。所以這裡你看，攏總是 time for 這 wrong dharma 真正濟 ，and then 所以做叫做布達能อุปโด，這個世界啊，這世間啊，要出這個佛啊，是真正坎坷。他電話要講個人聽，安怎坎坷？所以今日我的題目是講，安怎樣咱的這個釋迦牟尼啊，伊故安怎樣伊今日來成佛？伊打安怎款的苦，安怎的凄慘？你看，你人聽了無你才知。所以今日我的題目是講啊，安怎樣是一個人結尾來成佛 ？So how does a being become a Sammasambuddha？ 會談到這個三藐三菩提，所以唔是講硬，真正這人無明白，真正這人講，哎呀，你看我去到路我人無好事，我去問咧路東講是釋迦牟尼佛入伊，釋迦牟尼佛伊啊，喏我全背佛那咩樣，這個攏總這個看了 wrong 無唔對，因為世間的人無明白無聽經，伊人想講啦，哦，伊有淡薄心動啦，伊會看我蝦米病了，伊互我蝦米藥，就安尼啦，但就這個有影是佛來，有的人若是講啊。哎呀，我的囝，你看這幫真正亂了，頭了我拖呢，有影這個，我去拜這個啊，安尼啊，這路東安尼，了伊做淡薄換這個符啊，我食了有影真正興，我所彈鋼，
所以这个干了就是叫邪见 wrong beliefs。若是讲咱听好好，咱再去看，一要谈一个佛，安怎样伊会当安尼受苦安尼？真个济人伊无相信了，他们你知无？若是讲啊，有个人啊，伊看一个有个啥讲，咱听人讲晒爸爸真正香啊！你看伊会做虾米，伊会做虾米，了伊学虾米？你看你拜了你香，安怎会油？了你看你摕伊，你香烟点无点伊出香呼呼这虾米？所以这个安尼款物件，伊人就会讲啊，正就是佛来，正就是佛来。所以这个人啊，若是讲安尼是正对对，因为讲有出淡薄正各样的物件，就是伊无明白虾米是佛。去知不得讲啊，你知无世间偌久才探出是一个佛，按这个一个佛啊，伊要探这个佛的这个啥讲伊的地位，作凄惨一打安怎样会苦？那是人无界限，无探到这个 supramental consciousness， 探啊对甲上摆可以看到虾米是涅槃。伊这个人是叫不突加那，不突加那是平常人，特别平常人是平常人啊。伊人未批评甲咱一个佛，按佛经的在来讲，你来说一个平常人，会落胆，会有淡薄心动力，伊会看。讲你虾米病，你来去批评甲一个佛啊，上甲你批评摕一个白下墩去批评甲一个印度大山，你在印度大山喜马拉雅毛顶啊，喜马拉雅顶啊毛顶啊拼起来，甲一个咱的马来亚印度大山较大过咱的全马来亚合起来，你看。咱是啥一个平常人讲，伊若是会落动，伊红光讲真正显。你看机还济人看机，济人讲哇大兴，这个就是讲啊，你若是摕安尼款的人来去批评甲一个佛啊，像甲一粒白下墩彭树安尼去批评甲印度大山。你看伊不但安样，伊他那咱要知讲安怎样这个萨玛萨布达，伊咱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伊安怎样未来伊成佛？你这边咱要知啊，这个人到若是要成佛，伊无安尼用伊一下讲我讨下愿，我要下菩萨愿，我要做菩萨，无安尼未用。照这个叫做我人南传的。伊若是讲我要受菩萨愿，伊未讲去找一个和尚了跪落咧和尚，我要下菩萨愿。按这个听你看，我才讲安怎？一个人啊，伊若是下了菩萨愿，了伊若是做菩萨本好，本是因果的对伊条条，按这个未来成佛了啊。有时因果个对伊加减调调，特别离开世间，伊叫做入涅槃了。因果下面改了无了，所以咱咪知咯哈，听我讲了听。你看咱的释迦牟尼佛啊，伊伫做菩萨的点声，伊本有做恶，你看伊恶，你看故事，你这个啊，咱这边北传甲南传是安尼样。北传的人讲，那是一个人成菩萨了，伊未做错了，伊会使讲啊未落地狱了。特别这边啊，我人这德拉瓦达叫做南传，一个人那是伊下一个菩萨愿啊，就是想讲啊，伊是一个人希望讲结尾伊要来成佛。要来成佛的时，伊想一个 student， 一个学生，去训练这个菩萨的，即啥菩萨的假事。有当时人讲学生本会做错，人先本拍过会错，所以做菩萨本会做错。对这边啊，伊家己伫讲即条这条经的是讲，你知无？我伫做菩萨的点声，我本做恶天正济。因为我的这个基勒萨，就是讲我的这个心的垃圾、贪嗔痴大一 ，still 还未完全，咁无完全，听到我会做错，
你看，伊有徛，伊几若正，几若这伊伫做菩萨的点声，有一回伊捌害死伊小弟，因为虾米事？因为贪讲啊，这阿爸村的家伙两人分，伊要家己一人爱，所以伊害死。有一回伊带去做菩萨的点声，伊本做一个老君的先生。特别医了一个叫大富王，这个大富王医了啊，这臭小麦互伊的这个老君的泪，伊安怎做？伊派一个药，互你好家人熬个老。所以你看，伊做菩萨，伊本会做，有捌伊本捌讲，有一回我是做过桥的人，因为我看到一个毕节佛，我叫我想对这个。毕节佛吓死，吓互一个毕节佛惊甲走甲无路。所以你看，若是一个菩萨会做安尼恶，咱行着不是会做错。所以有当时啊，咱做错，若是咱的朋友做错，若是咱做错，咱唔使激心，咱本是无完全，若是完全咧，咱才未做错。到一个菩萨会做错，咱本会做错。你看，伊成佛了后啊，我真正坐这个叫做过对一条条。因为我听淡薄几条，你看，有一回你知无？đề瓦达达就是讲伊的母舅，住伫一个山，你叫灵鹫山，住伫顶面金撒一粒巴肚撒落来是要，意思是要互佛死，但比佛未死，伤着伊枕头公，这枕头公真逼。这个伊本讲是对我的过程较久，我有做唔对，这个过来，后头你看伊是成佛了，伊个叫这过的对，特别真正来咯，达个佛呐，无人会做伊死的。你安怎举刀抬，还是你举在啲山的顶面举，用把刀掂落来，伊未死，因为虾米事到成佛了，伊未互人讲讲。常抬也是 violent death， 伊未谈安尼样，因为虾米事？伊伫做菩萨的点声，伊的保施无相甲人，伊的保施伊用的命保施，伊的骹保施，手保施，目睭保施，所以渐渐过咧，乌的香菇一渐渐伫保施互人。因为有了这个原因，安尼伊的保施无相甲人。伊来成佛了的时，达个人，达个佛成佛的时，无一个人讲会常抬伊死，还是伤着伊死未？你看过一回，伊人关一个桥叫做那拉吉里，关可以食这道理，食这个道理这大，食到16个人的大了棒，可以这桥上食酒最少，要要叫这个桥，想讲去。做这个佛事，未特别这个安怎？这个本是过来，这过一回你看，伊要去立团了后的点声，你看伊食在伫准大的所在，伊人保持了伊食，伊知讲食这顿的时，伊真就死。你看伊食的时，伊讲哦，准大听，准大，这个你安尼坐3倍，真就互我食，保持互我，不一盘。这里是肉来，是啥子？样叫山猪肉，伊唔知安怎做。伊讲啊，每一项，你袂使互我食，剩的你袂使互别人食。我深一个空，倒落去咧空台。你讲啊，我看通天顶个下底这做人的所在 ，all this 31 planes， 无一个人，无一个众生食好咧物件。了未死，未安怎讲会消化，所以伊知讲食着这个一项，伊分就伊爱离开世间。你看伊朝的时，后壁食饱了的时啊，伊行这个所在包，这所在是一个金凤囝，离咧要死的所在，古西那拉5支抽。但咱这5支抽啊，你看伊伫食力老了80岁，伊伫行，伫路25摆，
安伊要去哩，要去啲，要去古新那拉，要去放，要去香港接力团那边，伊啲安那啲唔好事，伊拖个安南达，安南达我吹打，安南达就安怎做？去到咧江边看咧水，哎呀，好细阵啊！一个水头毛，马路500顶嘅牛车过，等安南达袂起来。第二道伊个搞咯，安南达我吹打，安南达过去。也要捌去要去舀水，看到哎呀水落。第三道一个拖水，过是去看，是落。安南达无法，用咧捌舀咧水，就舀咧水变清，因为伊这血伊福气有通啉。特别这边伊本讲，虾米事我你看爱食水清煞变落，这是过来。因为伊有一时，伊是做牛囝，伊马落，伊牛母落伫江伫食水，即个牛囝呢，牛蛮好安尼伫走来走去，捞咧咧水变头毛水，但伊马无落就咧啉着咧头毛水，所以害个马就食这头毛水。今日你看伊成活一个因果本对伊条条，所以今日人想法，若是你人对太白母你讲，爱食莫食下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因果，路人袂走。你看伊这个牛囝唔知安半行，安尼伫佚佗打咧水，咧水落也嘛啉咧头毛水。因果本对伊条条甲三拜，你看伊成佛了，因果伫对着条条。所以这个啊，他那我要讲，这个人啊，伊若是要成佛，头条伊就要想。伊就要想啥物啊？想讲我本白日要来做佛，伊要想着偌久啊？伊要想着9个阿千几劫，唔敢讲出来，渐渐想讲我白日要来做佛，我白日要来做佛。这个路想啊，伊安尼伫啊，伊安尼渐渐伫想讲白日我要做佛，白日我要做9个阿千几劫。咱来想看，虾米是叫做9个阿千几劫？9个阿千几劫就是讲，一个阿千几劫是一个节，空140粒的空，会虾米？会大劫。落来咱就要知，虾米是一个大劫？偌久一个大劫？一个大劫 means 一粒巴肚7支条的宽，7支条的长。7支条的悬，100年一到一个仙女拿一个布来揉这个巴肚，揉到尾来这个巴肚，剥直剥到了，巴肚是一个大劫。别使单单就揉啊，100年才使揉一道啊，揉到这个7支条的巴肚了，巴肚一个大劫。伊就要渐渐想，我白日要做佛，我白日要做，伊要想偌久啊？9个阿千几劫，9个阿千几劫，一个阿千几劫是一个节空140道的大劫。所以你看，伊甲他想要做佛呢，袂晓算。You cannot put down in figures. And it after 伊呢安尼了啊，伊这个就是不大讲啊，搞个这个安尼，伊渐渐伫想，这个时间是叫啥名？Manopanidana kala， 伊伫摕来想呢，安尼久。咱的佛，释迦牟尼佛的讲声，伊摕来想的时，佛教的时，一个佛叫做 Brahmadeva Buddha。佛教的讲声，伊是一个王。咱你看到这个佛，叫做 Brahmadeva Buddha， 伊看到，哎哟，安尼庄严。And then 伊想，瑞后过我那下我要成佛。And 佛教的讲声，伊做王的讲声，伊的朴素是最最，伊的这个保障最最，伊的保障就是讲咱的弥勒菩萨。所以人老人病，你看差不多安尼讲声。所以今日来看，释迦牟尼佛来成佛，后面对紧咱是弥勒佛要来，所以人甲了做事病伫向边位。想了9个阿千几劫了啊！伊搞甲一个点声，点无点，伊
9日明了，加讲话了。and 这边的讲话的点声就是讲啊，伊这个不大讲啊，伊上我只把你打那家啦，伊嘴加讲啊，上个安尼久了，伊才加讲，开嘴加讲人听，我8日本要做佛，我8日要做佛。9月啊，星期夹伊点点声，伊唔敢开嘴讲我8日要做佛，就上个9日久人讲这个话9日息，等伊才讲。我8日間，我要來做佛。特別就要來講，要來做佛的點聲呢？伊朋友攏總分咗兩派，所以人想看，逐個佛本有冤仇人，你人本是，你人講唔是佛，但係逐人無講逐人講你好誒，天公本人講人咩？你看天公那是無落雨。你正做人講，天公啊，你無落雨，你看我係產大個死活無咁樣食啥物？天公吉祥啦，落雨啦！你插粿條人，天公你點點落雨，我係粿條無人來食，安怎樣？所以真正歹命，所以你看我做天公本冤仇人，所以你人也都有誒，逐人有。所以佇這邊啊，伊就開嘴甲講呢，伊親情、伊朋友、伊唔捌的人，甲了分咗兩派，分咗兩派咩？一派講，強起路，後來你心肝呢大，你講如果係安尼，你想要做，你係安尼願，真正殺戮，多殺戮。嗰一派，不但話講，some stood to cheer，some stood to jeer，你係面安尼食條要做佛呢？哎呀，你啲大心肝，你啲大拋劇，你啲咁呢？所以第一邊你看，伊只嘴講了啊。伊嘅 associates 來往甲伊嘅人分咗兩派，咱逐人本是愛知一個，咱嘅 associates 來往甲咱嘅人，正少有兩派嘅。你唔通講啊，睇今晚佢成佛了無冤仇人，冤仇人真正濟，外道教真正濟。所以這邊，睇下我要講淡薄啊，一個人啊，伊教伊安尼啊，蝦米事啊，安怎？伊家係安尼嘅願，有這邊係講死嘅叫做死嘅條件，即個人伊點無點家係安尼款嘅願，你即個要做佛嘅願啊，是真正艱苦嘅，聽人聽看。頭一項啊，一個人啊，伊來捌嗰啲即個世間，伊看到一個佛，伊出嘅心動力，互人看。咱嘅佛，世間萬嘅佛，或者我聽我講，伊出嘅心動力嘅時啊，伊這心動力，世間也是天頂，無一個人講會做安尼款嘅心動力，伊做出來互人看。咱嘅世間萬嘅佛，伊成佛嘅點聲，大啲即個小微國做伊心動力互人看。then 伊去天頂去講經互伊嘛，3個月，到3個月了，伊落來大啲桑加沙。桑加沙我本有去這個所在，伊落來嘅時，你知咗濟人，你唔捌看到安尼款嘅佛經嘅在來講啊，水十幾條吉林人滿雜，會使講 millions of people 啲天台要看佛，嗰做嘢行動力，住起人木根蓮一樣嘅行動力，變隻佛出來互人食，互人安尼，所以一個人啊。伊剛剛啊，係安尼願，因為伊捌看到一個佛做一個行動力，互人看。and then 伊個心真正熱心，伊馬路只間，像講這個是一個條件，請伊講係安尼款嘅願。有個人伊無通唔捌看到佛做一個行動力，特別伊看聽人講 the exalted one is of such and such a nature， 伊聽人講啊。佛世尊啊，伊安怎樣，伊安怎從嚴伊這個行，and then 伊安怎樣，伊講伊行伊行動啦，伊聽人講咧，伊家己目睭無看，聽呢，伊本愛下這個願講，白日我本要做上個一個武打安尼樣。第三項啊，伊講一個條件，有個人伊無看到，伊無聽到，特別伊聽。人聽佛經，到人聽佛經咧，就聽到哇，原來這個佛經是安尼
special 安尼厉害。and 安尼呢，一听就讲人伫听这佛经啊，一听呢，伊本热心下愿讲，不日我本是爱来做佛。and 过一副款的人，伊无听人听经。啊！伊无讲看到佛做的，特别伊家己啊，真正大心肝。伊讲这个佛一时，有这个佛过了，过一个佛，过了过一个佛，唔通讲可以渐渐空。我本要来做这个佛，来踢这个空的所在。所以伊家己想讲无听就无下面，伊的 mind 是想讲真正大心肝，要顾这个的 lineage。一个佛，搁一个佛，伊要来参观，要来成佛。咱到伊若是有了这个四个条件，搁有四个原因。四个原因是啥物啊？伊本是特别的人，伊个人安怎伫倒落特别？就款的人啊，伊达过伊有这 supporting conditions， 像巴利话讲有班尼西亚。伊看古时的佛安怎伫传经，安怎济人啊去求着，伫这边呢，伊讲我本就要来做，要来救众生，所以伊的大心肝另外较 special。第二项啊，伊的行另外吉善人，有人看有的人啊，伊的心较另外较够吉善，有的人的心较袂吉善人，所以一个人若是心几粒。听着人坎坷，几粒，伊真讲听了真正感动着伊的心，袂食袂困。安尼款伊的心就叫做伊真正自卑的人。所以这个有了这个伊有安尼款的心，会请着伊要来干下大愿。第三项，伊会一个人敢吐死的人。真正济咱做人啊，唔甘人讲唔甘顺也唔甘吐死，特别少若是把日要来成佛的人啊，伊敢吐死的热坎坷的物件，你叫伊做，伊敢做出来。人讲啊，你就要真，像讲一项物件，你就要去学甲偌久啊，少年学甲老啊，不要紧，我要学。所以伊真正 willing to undergo。long periods of hardship， 偌久受苦伊本无惊。and 第四项，伊达过插的朋友，拢总是伫讲叫人做好，叫人做好。所以你看，这个朋友是真正要紧。咱通啊落来，我要讲啥呢？人大伫这个世间生了老了就病了就死。叫做这个六道轮回之翻来翻去，安怎要跳出？对南传是讲有三条路，特别对北传讲这条路。北传是讲就是讲咱大乘讲，有人就成佛了才跳出苦海。你若是成比丘佛，本未跳出苦海；你人若是成罗汉，本未跳出苦海。特别这边不得听真正明。Three ways of escape。头一条路要脱离这个苦海，一个人伊真正大心肝下这个大愿，白日我要做佛，三藐三菩提 ，fully enlightened, all knowing。咁了我要来成佛，要来救众生。咱来听啊，逐个佛讲要来救众生。到若是讲甲达成佛咧，才会脱离这个生老病死。了哈密苏布达就讲要来救众生，所以布达教有哪条路？他那我是成三藐三菩提了，我这个世界死了，我入团了。无个来出事了，因为虾米是无来出事？因为咱这个五蕴食受想行识散了，未合了，无合，咱来生了老病死了，这个五蕴，像我讲，各合着个就来出事。
所以咱大的所在就是讲，咱渐渐生老病死，死了个出世，因为虾米事？因为咱有了这个因果力，这个因果力北有这个五行思想、行、甲正善，这个五行合起来做了一个众生。所以他那不得讲，他那我看到这个路，了路人那是爱，路人对虾米不正道，对了这不正道，达人要对了这个不正道，马路才会脱离这个苦海。这个对了这不正道的人，不吹着这个不正道，来叫咱对这不正道，咱那是对这不正道。结尾咱跳出苦海 ，Nobody can escape without 这个不正道。你看咱来看，45年不得讲经，4月15，伊大啲不得解啊，迄边嘅事，伊成就觉，谈就觉enlightenment， 头一个经伊讲虾米？达玛扎克巴瓦达那，去转这个法论。伊就讲虾米？佛教经伊讲虾米啊？唔通对这个六根的爱，唔通去拍摄上句。我教的路是这个中路，这个中路就是讲不正道。不正道是虾米啊？头一项正见，正见面上 believe correctly， 相信就对，相信虾米就对。头一项要相信。因果是咱的机会，一时对咱去，所以你在话，你人唔通乱做，你直直做好，这个因果带你去一位去大好的所在，你去做好的因果，你拄着对的人伊教你，无听着过一时啊，过两时，白日弥勒佛来，你来听弥勒佛讲经，噗，你谈了，你跳出苦海了，所以这个叫做正见。Right belief, right view， 第二项正事，小着着，特别我买车上有经过我捌讲这个不正道的经，小着着，了正语讲话着着，唔通伤人，唔通骗话，唔通使抓弄主，正业，下手唔通杀生，唔通偷窃，唔通邪淫，正命。这正命就是讲贪食着着，唔通讲贪食是老人拍枪啊，咩之类物件。落来虾米啊？正清治骨力，骨力虾米啊？骨力拼来做好。这个就是第六。第7虾米啊？第7就是正念 ，mindfulness。这现在俺哋讲虾米啊？日咪叫你讲 mindful， 正念。第8虾米啊？正定 concentration。这路人那是借着啊，你看，这里这不正道是虾米啊？合起来啊是一项的呢，这一项虾米啊 ？right mindfulness， 正念。所以说，这现在俺哋讲就是现在正念。看了不到碰起塔路，安尼着咯，安尼是跳出开咯。你对见了安尼哦，你搞个一个坎站，你看着，无影我是一个虾米？是正两项，碰起是一项，再讲碰起第2项，无半项，他顶落的是。一路一行，再讲一路过一行，等你去较深几粒哟。这碰起就是物质碰起，我不到碰起。再讲碰起是心灾、正心灾。伊教头一道的头一个亚那了，那么如巴巴里这单亚那，伊看到了。正无我是一个心之灾，一个不到的气甲路呢，不到气甲路就是物质，灾是正心，物质甲正心，一直看，直去了，到个这个第2个看着，我爱行
马路只脚行，我徛紧的时，爱行爱行爱行，马路脚只行。等你看，哦，原来一个思想ภู基叫我行，马路脚只行。所以你看咗咩？有了精神爱行，马路脚只行。一直看着原因是了有了这个精神，结尾马路这个上古才叮当。现在因为路人那是这样，dalam 2月啦、4月啦，路来咪到时我过了，我要加呢哦。也是讲，若是有搞笑，好点好所在，我来加啲有搞笑，暗暝我会使来加，看伊人爱无，但是买路人去咪到时加。你会看到这个物件，这个就是。稳了，后时无来出事做人，无来出事做人，也是禽兽，也是乌龟，也是地鸡，无了。2月人对站站都看到，伊叫一个原因结果，原因是这个思想来，结果是这个行动出。有当时看到倒头边，原来就是这个原因是有了这个目标，结果这个看到的精神才来，有了这个花。目睭触到这个花，看到的精神浮起来。这个第二样呐，这个第二样呐，福建的再来讲个咩啊？伊是做了说得办了，后时就要，唔是来要来做人了，伊要来做员工了。Lady 西多甲马是西多安怎讲？搞到做了说得办了啊！伊去出事天顶员工，拢总伫 practice station，伊就要成一个罗汉这样边。我是成一个罗汉啊，你是稳了，个个出事呢，你脱离这个苦海了。所以你看这个，看到我 sorry 我气上来了，所以这个5行当中，所以就看，甲搭起来上9个阿千几夹，甲100千大夹，了未来嘴讲讲，这个嘴讲讲啊，伊就要7个阿千几夹。渐渐讲，渐讲，我把日要做佛，我把日要做佛。像啊，摊啊真正济人啊，我本是要做佛，我本是做有的人讲，我是菩萨，我是菩萨。这个本是上家讲啊，你讲我把日要成佛，我把日要成佛。所以这边你看，伊只讲落去，伊朋友分派，你的面安尼食掉，你是要做玩笑人。所以你看，伊的受苦啊咩啊，上个这个。讲出啊，16个阿千几夹，甲500千大夹，过了后，伊马路有了这个福气，也是这个有了这个福气，因过来通来拄着面对面拄着一个佛，咱的有释迦牟尼佛，伊伫佛教的点声，伊受苦16个阿千几夹，甲500千大夹了后，伊拄着一个佛叫做人定佛。di Pangkala Buddha， 第三边就拄着的时，伊把路只跪落去下这大愿，特别不是安尼用只路要跪要去下大愿啊！哎，有了这个八会叫做条件，把路一只会成功，头一个条件，伊就要是出世做人。所以，迄个一世的时，伊拄着人定佛的时，伊是出世着一个大富翁，伊名苏梅达，then 伊看着，哎哟，伊教会张经水清的张经的教会，then 伊搬个教会个了，then 伊落入巴做圣人。所以头一个条件 ，one first condition， 伊就是要做人。做灵媒，做员工袂系安尼愿，员工袂系灵媒嘅系，你出世做恶鬼，地个妖精妖怪袂，甲达人呢才会系一个大愿。做头一项是要做人，第二项伊就要出世做查甫，查甫袂系安尼款嘅愿。你虾米事有人讲？他们说这伊就要做人，因为隆重的佛，在啲世间前下久过了的佛，热切佛，像幸福港的山安尼坐佛，
拢总会佛，达咧是大啲人成佛，无讲红光成佛。一个人伊就要打波，你打波兴就要正打波兴，唔通讲打波是打波，啥讲查某现款，查某现款，无力，太监问题，官工无问题。hermaphrodite 问题 ，hermaphrodite 有个人啊，一个人啊，伊有查甫的，甲查某的物件，甲了变变变，甲了袂去福建，但係我在福建死啊变变，所以 he must be 第二項嘅條件，一個查甫，第三項，伊就要有了一個大項，一個八項條件，and then 有時伊就要想。甲講，即個攏總叫做 supporting condition 夠嘅，伊把路只會，所以淡薄漸漸啲想，甲漸漸啲講啊，伊若是減過16個也千幾劫，伊個女人也袂識袂加留，所以即個夠嘅 condition 夠嘅好事，把路只會，即個是第三條，第四條，伊若是拄着咧佛，伊要跪落去。了吐一个愿，伊若是讲佛无除了，伊跪伫佛像面前袂谈，也是跪伫讲即个塔吐下一个大愿袂谈，也是讲拄着一个得道的和尚，伊跪落去，我要白日要下一个大愿，我要白日要成佛，袂遮哩，就要拄着三马三不打，马路才会，这是第四条。因为虾米事？因为若是讲这个佛，若是接受伊的愿了啊，这个佛就要讲出甲了。白日你就是成佛，你阿爸出去，你阿妈出去，你大道地出去，你二道地，你大离高出去，大这个第二离高出去，你这个啲高路的回想出去，拢总就要讲出 ，must be prophesied， 把路接这个愿者的。一个人，一个得道人，伊袂上到佛的心动力，袂安尼哦，伊袂 penetrate。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伊就要正拄着佛面对面啊，唔是讲佛心的带来。第五条的条件，伊就要出家，无一个在家人敢会使讲跪伫佛的面前，佛世尊后过我要做佛上个路，袂入哩，你就要出家。你要做圣人，离开家庭，四散的流，上个一个叫做 ascetic 安尼。因为达达咧佛，伊人要成佛的时，伊人也未成佛是叫做菩萨。最后尾时，伊人拢总无一个佛讲住伫家庭的那边，拢总就要出家。第六项，伊就要有心动力。这个心动力有6项款的心动力，6项好是呢。头一个individual 阿边呀，这个 individual 阿边呀是啥物啊？伊会飞天，会比地，这个是头一项。这个苏米达的点声，伊会飞天，会比地。第二项，你把所到阿边呀，伊会天会死。会听着人飞飞伫讲话讲经，像个红光安尼，你人红光住伫天顶啊，会听你人讲话。所以你人若是住伫到了树桩卡，是住伫到了房间伫想无影无食，伫讲无影无食的话，你人毋通想讲无法人听啦，红光听。所以真正一个人讲，nobody here啦，你要买啦，倒啦，我啦 ，I love you 啦 ，you love me， 哟，美丽老师好紧啊，你要买啦。你无人听，红光听，别走。第二，你把说打。第三，接到巴利亚，阿边呀，会读人的思想。若是我人会读你的思想，我想你人袂惊，我笑。行，大部人会读，大部人的思想，大部人会读就大部人的思想，本是真正坎坷大相径处啦。有时我想就唔对啦。啊！你四散笑，还没修乱咧笑，所以这个就是接到第三、第四，
不便你话啥阿边呀？伊会看到正视。所以人若是这个啊，若是坐禅，有时个人会看到伊正视虾米来。第二，亚他甘姆巴噶阿边呀，伊会看到唔是家己的，伊看到别人的正视是路虾米，正视路虾米。伊会看到这个人，哎呀死了，哦，去出事达咯，伊会看到这个物件。这个是叫做五行的大致叫做mundane阿边呀。平常人那是坐禅会看到这个五行啊，伊个是叫做不突然啊，不是平常人啊，未跳出苦海的人，伊个路汉本无，特别伊会看啊呢，所以真正济人坐禅，伊加减减有了这个五行，特别不大教，这个啊行动力有了六行，这个五行是叫做mundane，各啲原在啲世间法个。过一个讲第六个叫做达玛阿边呀，这达玛阿边呀是啥物啊？是正一个人若是讲啊法的行动，这法的行动啥物啊？你坐到尾来，甲尾来看到，虾米物件是立团？这个就是叫 supramundane consciousness， 或者超出世间法的正神。那是你人坐禅会教到安尼样，就是讲啊，你心会贪嗔痴，参金板起来袂发了。你像一个人，若是无贪、无性地、无妄想，伊个人是完全的人，死了是去立团了。所以一个不大讲，安尼一个六号款的一个神通，正实那你人唔通去对这个五行，真正济人对这个五行。我看听人讲，唔知大陆人家伊人伫教坐禅了，你看有人要笑人看伊个行动力，伊跳啥，甲达不如坐落去的时候，唔知 TV 人讲有影唔知，我听人讲呢，唔知有无影跳啥，甲达不如安尼。要做虾米？这个物件无路用。你看有一日佛要过江，过一个个人啊，伊坐禅30年，咱佛坐3班过，到几哪个回上？咱这个人一坐禅了，伊入家那了，伊行过一个水，行过一水，哇，水清人啦，拢总哇来看，哎哟，安尼特别，大人打手，特别过了江，有当问 friend， 若久你坐禅，嘛你今日你行伫水面，伊讲满地30年我坐禅。30年你坐禅，才会做这个一项啊，别项未？你讲未？一项啊？安尼30年你坐会 benefit 啦，会利益啊，达努力呐。我学了努力，我注意在我过了。啊，比 of course 不大无出类啦。特别你看努力过这个江，他那你坐30年，别项无，你贪嗔痴个安尼坐。特别你若是坐维巴山啊，成唔通30年，不得讲好，讲真正明，7年啊，你加减会跳出苦海啦。这个不得有讲，这个八条经我咪讲。所以你看，这还有8项，到6项就是讲一个人还有行动力。伊做什么的，点先一背落来。第7项 extra dedication， 伊啊。一日啊，伊跪落的时啊，那是一个讲一个佛的生命苗冒真危险，伊加提示互佛，无惜生命，伊烧一佛一高的佛，伊加用一命来砸这个布达。第8项 strong desire, yearning to and longing to practice the Dhamma issuing into Buddhahood， 伊心会。这个要成佛啦，sampai有了这个5项，这个5项若是入来，伊无惊，伊个 still 个爱。头一项啦，伊若是听人讲 ，He alone can attain Buddhahood, who can cross the whole world system filled with water。这个四海全世界可能是水。人讲啊，你若是要成佛，你就要用。家己的手直烧过这个地球的水，
伊本甘愿要做，伊无惊，伊讲好，我要做，伊无惊死。第二项，那是讲啊 ，He who can cross the whole world system filled with flames， 火团，无分拢种火都滴咧火团，甲咧都上甲热汤，上甲即个地球安尼伫面色。用腿脚骹行过，会靠你敢做安尼无？伊讲我敢，啊，你若是敢，嘛你才会成佛。and 伊无惊。第三项，若是规个世界拢总是一个刀一支伫插 ，and 伊就打咧刀伫过，伊讲我本要对，我本要成佛，啊无讲一个物件会砸我，安尼靠我无惊，安尼个人嘛你才会成佛。所以人想法，真正侪人讲，我要做佛，我要做佛，我家己是我拢唔敢做佛咯。你火团要叫我行，你要叫我行，安尼笑要叫我行，我不唔敢咯。我想你刚刚拖我开手准我流汗头前，但是一个全世界伊敢行，因多渐伊敢行。第三项，这我咧头一项就是讲来伊受过一个海，第二项。这个火团，第三项咧刀，第四项啊，像个过一个疤，拢总是个刺，叫做刺的酸丁啊 ，full of clippers, full of thorns，and then 甲了拢总像个刺个滴，安尼规个世界无一个路，安尼你就慢慢有那一个刺伫过。全世界安尼看，你敢过无？你来敢过，你嘛你才会成功。按第五项，伊若是听讲一个人要成佛，伊就要去大啲无间地狱写啊千几劫，甲100千大劫。安尼讲，我甘愿，我要去。啊，你人若是敢安尼样，你人下啦大愿成佛。按这边我搁要讲过一项，真正一人讲，做修行的人嘛呐，伊人 selfish， 伊人唔是菩萨来，我人菩萨，你听好，唔使去大陆，咱的边内你知无？古时一个老婆谈，你人捌听无？西龙话名做基古那拉达那，你人知无？你人看一切，伊逐个写了，会记啥物啊 ？By the merits of this。好我后过三鸟三菩提，伊要成佛，所以你袂使讲伊人小生个住宿。搁一个我讲个啥？斯里兰卡，伊是在家人，特别伊写册真正济，只可是 Christian 来。有一日点无点伊做囡仔时会包互伊1箍银，伊1箍银伊看到一本册，伊去买来读，这是佛册，and 伊写佛册真正济。伊摊啊写的册啊，真正这本，本的册伊写讲啊，因为我做这个功德，和我这个功德识的时，我要attain sama sambuddhahood， 我要三鸟三菩提。所以有人系安尼，特别这个安尼袂谈，伊是摊啊伫讲的呢，伊是过着顶顶说，摊啊伊是伫讲的时，本有人笑伊讲。有食条咩要做佛，有只要来做佛，都伫这边去看。所以这个咱就要知。这个苏梅达是大啲，伊自己伊看到，伊伫行，伊伫做圣人的时，伊看到安怎这条路人安尼坐。and then 伊安怎做？伊心动啦，伊飞过时，伊落来，就落来伊问这人，你人去做啥物？我人做路，安怎人做路时有那手去，逐人做路是点，安怎你人欢喜干呢？讲我人做路互佛来，就是要来佛，就请着佛来讲，我本要来斗做。and then 伊人就伫再讲伊有心动啦，互伊一条土所在，甲了土梅，等伊用手工，伊莫用心动啦，伊用手工就是骨。骨甲半段呢，你看人定佛来甲伊500回上，就来到的时，伊骨也未了，伊土梅水也未了，无了的时看到佛来，安怎做？伊吸落啲土梅，就吸落啲土梅，伊讲佛世尊，掠我准求，让打过，唔通打着一个土梅。
อันนั้นจินเต็งหุดว่าหลายขวาจะอ้ายอ่ะอันนี้ควันในหลังแห่เนี่ยยันด้วยความได้ด้านในดิปังกาลาบุดาก็ซีบิกุสขวาบิกุ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กันที่แห่ตัวกวนอันนั้นแห่ก็ว่าชีวิตเป็นสิ่งหุดสั่งกันล้วนนะอันจินเต็งหุดขวากวนแล้วจะอันนี้ก็เสียอาเทงกิจับกัจจิปัจเทงตายจับรู้สิ่งหุดเตจิหังเรื่อยมีรู้สิ่งหุดเลยจำเสียสิเกี่ยวกับธรรมบุดาเตสาหังเรื่อยตัวเตสิจุยสารีปุตตะจีตัวเตสิมกลานาเรื่อยก่อเรื่อยหวยเสียมีอนันดาเรื่อยอัปปามีฮามิกิงสุโดดานะเรื่อยอามามีกวิงมายาลองจ้องอีกองเรื่อยลีก็ตัวลีก็มีเกมาเตจีลีก็มีอุปลาวานาลองจ้องกองเลี้ยวอันเฉลยจริงเต็งหุหลักเป๊ะแป้มึงงามล้อยาหอยถ้าไม่สูเฉลยเป๊ะแป้ตัดหลังไม่เฉาฉุดคอให้จะไม่ยองจะปัดจริงตัว This is the only weapon to run out of samsara ยาโฮกีจะอีจะยาโลกีเนี่ย because เยี่ยวันตัดหัง condition เก่าจะเตตังถ้าไม่สูเตตังชีเจ้งอังกงลงจงตัวหัวหิเอาด้วยชิเลหลังแห่อันนี้ควันในวันปัจจุบันเสียงหุดอันลูกหัวที่จะเป็นไงสิบาลุดหุดเลยจำเสียขี้บาลุดใจใส่กองอีสิพอสัตอีที่เสียเลยจำเสียเบใส่กองอันอีที่ชุยกาลังกองปัจจุบันเป็นเสียงหุดเบใส่กองอีสิพอสัตหุดชิเลจำเสียเลยเตตังแล้วตอนที่จินเต็งหุดเลยบินเจงจินเต็งหุดกองอันนี้เอา The earthquake and shook อันนี้ทำให้สูเอสิมกว่าอันนี้ตัวไปเลยสิวแล้วลูกควางกอหังไอ้ข้อจะไปตาแก่จะเลยเสกไก่ยองสังโตที่จิกีอีบุญกำวันก็ชิมโลเตเก所以ลูกควางอีที่โจพอสาเลยจำเสียปัจจุบันเสียจะจับไปปลุกบิดเก่งลูกควางอีโลเตเกอีสิวข้ออันนี้ที่สิวข้อจำเสียลูกควางจริงกว่าจะก้องเอาไปจิตเก่งๆเรื่องบัตรเทียมกอเตว่าหน้าก้องว่าหน้าเราบักอยู่所以ที่จะเป็นหลังขวาทิ้งจะขี้ช้ำ就搞这边位置我嘛后个礼拜我个是直刷落这里啊所以咱来回想你当美呀的人好多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tawakta ca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h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h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khanubhavena sada sothi bhavantu te ซึ่งที่ลองต้องเพลงอ่านเอาเลยไปว่าจะสวาโลจะจับไปโปโลบิดอันแนวสิสวา